小一面試要點樣準備？大家好，我係朗盈文藝坊嘅 Miss Lam。喺過去嘅日子裏邊，我哋成功幫助咗好多嘅學生考入佢哋心儀嘅學校。今日俾啲 tips 大家，希望大家對小一面試有初步嘅了解。喺面試小朋友嗰方面，學校會睇重小朋友嘅態度，係咪陽光、希望、好奇、有禮貌、識得表達自己同埋自律嘅。例如學校都好想知道小朋友係咪會識得自己着衫着鞋、自己食飯等等嘅。至於語言方面，學校都會睇下小朋友係咪能夠靈活咁樣運用到兩文三語嘅。所以有啲家長都會幫小朋友報一啲嘅語言課程嘅。學校除咗睇小朋友嘅能力之外，亦都會睇下小朋友對社會嘅關懷啦，例如參與一啲義工活動，呢啲方面都會成為學校一啲嘅參考嘅。學校除咗會面試小朋友之外，亦都會面試埋家長噶。透過學校同埋家長之間嘅互動，令到學校知道家長係咪真係了解學校嘅辦學宗旨、教學模式同埋教學方針、教學理念等等嘅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，歡迎聯絡我哋啊！我哋嘅小一面試課程，註冊幼師同埋資深語言藝術專家一齊設計嘅。